可是我们年龄阶层本来就是这样，最小的就是只有学习的份，你不懂的就我们可以教你，然后你不会的我们可以教你，但是你不能就是不能违背上面的人，无力长。对，那年龄阶层观念就很重啊。可是到我这个时候就不知道了，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年轻的外国人，更何况这样的小朋友，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？对，我一开始大概只有20几个吧，一到去年就120多个，越来越多孩子回来，就是我要让他们觉得这个事情，一方面觉得让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但一方面也要让他们觉得很有趣，他们才愿意去学习。就是越来越多孩子，我养不起人。有一个年轻人在里面说他没有爸妈没有教他，是他现在。对啊，就是母语啊，父母亲没有教啊，因为很多隔代教养的都是阿公阿嬷，然后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，然后有能力的就会寄钱回家，但是通常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就是阿公阿嬷有什么老人津贴啊什么辅助津贴去带他孙子。我小还好，我觉得国小都还 hold 得住。那国中、高中那是一个很叛逆的，我觉得那个情绪，这些情绪。 你要这些阿公阿嬷去带这些他青春期的孩子，我觉得不大容易，很难。所以你要他会，他根本不想学，因为外面的世界比较多彩多姿，真的。台北的多彩多姿，还有音乐节，突然就没有办过音乐节了，有机会去多少办啊？哦，没有规定的。 都只能唱阿美族的，就是也把我一直想说我要回去都来唱，因为我都在台北都会去唱国语这样。他一方面也是带这些弟弟妹妹，他们常常有时候有机会跟我出来表演，就上来台北或者去年开始比较夸张，我开始带这些孩子去国外，去带了2个去加拿大，带了2个去法国，今年又带了2个去香港。 就让他们眼睛打开了。你有本事，你把文化的东西拿给人分享，可是你分享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说你文化的东西没学好，你就会有那个想要学习的动力，因为你有能力去学习，才有能力去分享。我的感觉是这个。然后我要在多兰办这个演唱会啊，就是我要让老人家或者是还在部落的一些年轻人，国高中生。 就是我们唱母语啊，其实也可以用来演唱会，就是用你们很想要演唱会的那个模式，灯光舞台啊、dancer 啊，我都可以，我都有在做。然后当然一方面也要跟很多人希望有机会去认识一下，就原住民现在的状态，我们不是原始人啊，不要把那个去部落那种感觉，就好像去一个原始社会的刻板印象。 不一样，你不要，我们活在当下。你要去都兰，去阿美族国，当做出国，对啊，要去法国一样。就是我们那边的自己的美食、自己的服装、自己的建筑物，就是我们都有。但以前是没有信息的年代，所以这些东西都被隐藏，或者是不愿意给别人分享。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慢慢，我觉得大家会有 交换心情，就是文化交流的心情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可以。我希望可以鼓励到我们的部落的老人家、小朋友去分享，然后从分享的方式就去学习自己文化的事情。然后明年想要办演唱会，在都兰，号称都兰小巨蛋，就是都兰整台县最大室内建筑物，就在都兰国中。然后我想要唱免费的。 你们就去，因为你们很可怜，从台北下去台东，火车票就800块，来回就1600了，不含住宿跟吃饭，很贵。我刚刚为了属你的演唱，但是你们的钱下去啊，其他你去住民宿嘛，他们那边的阿姨啊，他们都有机会赚钱。你就去吃那些阿姨或者妈妈、阿嬷他们开的那种原住民风味小吃店，我觉得大家就都有钱赚。 就这个东西，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卖钱，他就很努力去做，搞不好在努力过程，他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很多人分享。
也分享，不是只有美食跟民宿而已，搞不好还有更多什么生态岛啊、神话传说啊，更多，我觉得就会刺激到这个部分，所以才想要去多兰小巨蛋开演唱会，免费的，要不要来？要。然后我当然我有一个愿景，有一个愿景，我刚刚想愿景是什么？其实我想要演唱会要像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在华山英文中学有办过演唱会，就这里。然后大概的规模要这，我很想要这样子。10年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会记得今天晚上的这个能量。现在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是去年的演唱会的画面，我是一个音乐，然后变成今年的选，已经过去了，就是今年演唱会的选，但是先给大家去看一个年的我觉得5年之后，今年更有想法，想要把时间出来。你要这些孩子穿短裙在台上，他们都很怕他们内裤会走光的。可是要有那个事情，他们就愿意穿这样的衣服。然后唱国语也可以有黑蛇，也可以有造型。真的。对啊，我想要超4市。月是上海，一样长度。那时间点可能是春天，那有时候事情是觉得有跟它的气息有关。我第一个想到风，也对风，就是对自然的事情是非常有想法。法力其实它没什么风的意思。我的主题也很简单，属于风演唱会。那个风有在中文的意面上面有一个意象，大家都变成一个风潮。亲爱的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这样很好玩，它有点原住民的幽默，大家也有听得懂。它可以很一本清新，很曲子，可是本质上是一如原住民的中文的幽默感在。我的好朋友刚好是春天，超就很多想法在那个演唱会。哦，这场演唱会蛮好玩的，想要把它带回去台北，也大家觉得说演唱会其实全部唱母语2个小时，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，但是重